Hello，我係 Y Y。今個星期咧前3集咧同大家講咗好多腦科學啦，同埋物理學。今日我想放低所有呢啲理論啊，all in 同大家分享一個我自己以前嘅經歷，甚至令我好痛苦嘅人生嘅不嘅循環。曾經有一段時間，我喺事業同埋金錢上咧都極度用力啊，日日好似一隻瘋狂嘅爆旋陀螺咁喺度轉，每日返工跑數追數，每一步咧我都搏命做最壞嘅打算。例如見到有另外一間公司啦，俾到一啲人工高啲、佣金多啲嘅，我就會成日跳槽，長期開啟咧最強嘅防禦系統。當時我以為咁樣叫做好成熟、好勤力，但係偏偏好諷刺，我越想做得好，越搏命去打定個底，現實反而咧一鑊泡啊！回想好幾次重大嘅機會放喺我眼前啊，我都會咧喺最關鍵臨門一腳嘅時候咧，揾啲莫名其妙嘅藉口推咗去。記得有一次咧，我應該係20幾歲嗰時啦，公司老闆咧、經理咧對我好好嘅，俾一間房我，俾埋新電腦我，仲話想咧 send 我過去美國總部去培訓。回想翻啦，其實當時咧真係一個大好嘅機會㗎，令到我可以自己增值啦。但係當時咧可能歸咎於年少無知啦，我就會覺得咁樣好悶㗎喎。結果咧我就自己咧辭咗職。表面上咧好似好識諗啦，唔想阻人發達啦。但我又試過咧幫好多間公司做開荒牛，穩定咗業務之後咧，我又覺得第二間公司好啲。總之就成日咧喺過往呢一種騎牛揾馬嘅生活嗰度。當時我以為自己只係年輕，咩都想試下，但原來呢種咁嘅生活維持咗足足10幾年。依家諗翻轉頭，覺得好戇居咯，好似中咗邪咁樣啊！直到後來咧，我深入研究一啲神經科學，我先咧赫然咧發現咧，原來我以前一直活喺大腦嘅後台墨菲定律入邊。大家應該都有聽過墨菲定律啦。凡是可能出錯的事，就一定會出錯。好多人以為呢一句咧只係用嚟抱怨啦、運氣唔好啦，但喺系統科學上咧，其實佢係一個好冷酷嘅系統性崩潰論啊。咁係咩意思呢？舉個例，如果有一架飛機喺設計嘅時候，佢底層系統本身就帶住一個有毒嘅代碼，咁呢架飛機喺飛行途中出事，只係時間嘅問題。出事係必然噶嘛，唔出事就純粹係偶然啦。我回看翻我自己啦，口口聲聲成日都話我要成功，我要跑大數，想好運。但係我腦咧個底層跑出嚟嘅身份設定咧，其實係一個我根本冇高學歷、驚失敗、覺得自己注定係低下層、生活好艱辛嘅匱乏者。我因為恐懼，所以瘋狂咁樣計數；我因為驚，所以咧先發制人。喺系統科學嚟睇咧，嗰啲所謂過度努力同埋精打細算咧，本質上咧都係喺大腦嘅後台咧重新去寫一條代碼，叫做我隨時會失敗，所以我必須要防禦。當你成個底層嘅系統咧都係由恐懼咁樣砌出嚟嘅時候，呢個系統喺物理上就注定會走向系統性嘅崩潰。聽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喺我身上睇到你依家嘅影子，或者昔日嘅影子。你可能日日都喺度同自己拉扯緊。Y Y，我都係咁啊！日日返工、上堂、睇書，用盡200% 嘅意志力去想做好佢，唔通我都想自己失敗咩？我完全明白，因為當日嘅我都係咁。但呢條片最想帶出嘅真相係，你把口嘅願望同你大腦後台跑出嚟嗰個程式，一直都喺度慢性對沖緊啊！所以你越想用力去抵抗呢啲恐懼，你就越將個注意力咧集中咗喺嗰個恐懼嗰度。結果大腦觸發咗我之前嗰集有講嘅不注意視盲，徹底無視咗就喺眼前嘅山路。你嘅神經網絡咧冇做好個突觸修剪啊，反而咧生咗好多防禦嘅小樹枝，將所有嘅機會都堵塞咗。我當時之所以咧能夠行翻出嚟咧，萬變不離其中咧，就係我有一日咧終於肯停低，承認我舊嘅生存模式咧，完全係行唔通嘅。呢個就等於我唔再用舊嘅大哥大或者 Nokia 嘅電話去銜接依家 AI 嘅新世代。我唔再用盲目嘅勤力去掩蓋我內心嗰種恐懼，而係選擇進入我大腦嘅後台，拆咗嗰啲舊嘅程式，直接做一場身份意識重塑。當我唔再事事計算，唔
唔再留後路俾自己，而係將我底層身份切換成一個極度放鬆、堅信自己搞得掂、行路都有風嘅狀態。喺我開始處於順流，奇蹟就咁樣發生啦。嗰啲以前要搏命咁樣去爭取，搏命都爭取唔到嘅好運啦、資源啦，竟然好似咧超導體零電咗一樣，毫不費力咁樣咧主動流過我嘅人生嗰度。我開始咧認識咗好多唔同嘅圈子啦，遇到我嘅貴人，遇到好多創作嘅靈感，同埋自己中意嘅工作去賺取收入。今集唔係心靈雞湯，係喺呢個急速嘅世代，想細細聲提下你，唔好再沉醉於準備嘅陷阱入邊，用過度嘅勤力計算，日日上堂睇書去逃避真正要清理大腦嘅底層恐懼嘅樹枝。如果你依家咧都棘喺我以前經歷過嗰種越努力越塞車，臨門一腳都會自毀嘅不嘅循環入邊，準備好認清你大腦後台對沖嘅究竟係啲乜嘢，重新調校屬於你自己嘅接收器。歡迎 DM 我身份意識重塑，我會用我親自行過嘅路嘅經歷，分享相關嘅資料俾你，幫你揾出你後台大腦嘅致命筆。我哋下期借腦升級見。